好来，乡亲啊，过来是天气的状况。今仔日明仔载过昼爱风大雨，若这个礼拜后礼拜一，南海有热带低压，也就是风台来发展。一旦形成着风台，就是今年第15号的风台电母。敢会伫咧中秋节来甲咱扰乱咧？气象局讲袂啦，唔免担心，袂影响到大家赏月好心情。日头一点有够热，这风吹来拢是烧的。今日全台湾平均的高温是34度，北部热到35度，中部搁较热36度。讲的热到后礼拜三，热天唔甘离开，秋天唔知走去倒位避，因为强对流关系，过头有西北风。午后雷阵雨其实就在山区，还有接近山区的平地，要特别留意。原本大概全台各地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情况。周五、周六会调整到走在西半部地区、宜兰地区，还有花东山区，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。气象局讲，礼拜南海附近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一旦变成风台，就是今年第15号的风台叫电母。这电母敢会真歹，敢会影响到中秋的天气？大概从下礼拜开始，那一直到月底，其实这中间都是可能会有台风生成的。这个热带系统会不会影响到连假的天气？以目前的资料来看，其实它大概以行经南海的机会相对比较高的。未来连假的天气形态，就像刚刚说的，还是比较偏向夏季的天气形态。中秋敢会使想到月？气象局表示讲无问题，是讲你著要等雷阵雨落煞了后才看会到。